第5週，禮拜3，撰稿人余霞飛。馬太福音第26章6至16節。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裏，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，趁耶穌坐席的時候，澆在他的頭上。門徒看見，就很不喜悅，說：何用這樣的枉費呢？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，周濟窮人。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，就說：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，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，只是你們不常有我。他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，是為我安葬作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，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，作個紀念。當下12門徒裏有一個稱為加略人猶大的，去見祭司長，說：我把他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多少錢？他們就給了他30塊錢。從那時候，他就找機會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經文內容：耶穌喺麻風病人西門嘅屋企入面，有一個女人攞住香膏澆喺耶穌頭上。門徒對呢個女人嘅行為表示不滿，話佢浪費金錢，應該用相應嘅錢嚟周濟窮人。耶穌卻睇呢個女人所作嘅係美事，係為咗佢嘅安葬做準備，當為普天下述說同紀念。耶穌嘅門徒猶大卻為咗錢去見祭司長，要將耶穌交喺佢哋手中。細思慢想，耶穌對呢個女人嘅睇法同門徒嘅睇法截然不同。門徒睇重嘅係香膏嘅金錢價值，耶穌睇重嘅係呢個女人行動背後嘅意義，就係為佢嘅安葬做準備。因此，耶穌表明呢個女人喺佢身上所做嘅係一件美事，普天之下嘅人將要傳揚述說。反觀耶穌嘅門徒猶大，佢為咗金錢同一己私欲，去同祭司長做交易，出賣耶穌。喺大齋期呢段日子，我哋有冇喺上帝面前反思自己所睇重嘅係啲乜嘢？係物質、財富、名聲，定係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？我哋所做嘅係為主而做，定係為自己而做呢？向上帝祈禱。主上帝，求你監察我嘅內心，唔好似猶大咁樣，因為世上嘅財物而出賣你，叫我能夠學像嗰個攞住香膏澆喺你頭上面嘅女人，認識自己喺你面前係何等卑微，並且把握每個親近服侍你嘅機會，好叫你嘅名被傳揚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行出真道。我哋跟隨主，做佢嘅門徒，理應要傳揚主為我哋受苦、受死，並且復活嘅福音，讓人得知佢為我哋成就嘅救恩，而唔係為咗自己謀求利益。喺大齋期期間，讓我哋常常反省自己跟隨主嘅目的同心態，立志專心跟隨主基督，宣揚佢奇妙嘅救恩，好讓佢嘅名被宣揚。反思問題，試下透過今日嘅經文反思自己跟隨主嘅心態，係為咗利益、為咗名聲，定係為愛慕嗰位為我哋受苦、受死，並且復活嘅主耶穌基督？你有冇曾經受過世上財富嘅引誘，離棄咗所信嘅主上帝呢？
喺大齋期期間，嘗試清心喺主面前反思自己同上帝嘅關係。你有冇讓佢喺你嘅心入面居首位？